港姐泳衣好跌宕，現暴雨奇蹟，終於都等到呢日啊！今日成30幾度，擇啱日子啦，一粉一藍附送一條拉鏈，一反常態，泳衣仲好 sporty 添喎，就係咁，有人就跌晒鑊咯。不過佢哋就非常熱降啦，32寸到34寸，樣樣有齊啊！因為媽咪唔可能遺傳媽咪咯。佢仲好大方，但對手身材好好添，睇過？我由細到大都中意飲牛奶嘅，就唔知有冇幫助。我而家轉咗飲豆奶或者杏仁奶。不過有時身材呢家嘢仲代表晒一切嘅。爆料啊！好多韓國女仔都做過韓式 4D 回零埋線，依家當鋪拖8800蚊有得做啦，想瘦面使乜飛去韓國啊？